巴斯克打比係西班牙球壇火藥味最濃嘅對決之一。睇返歷史數據，兩隊喺聯賽對戰咗158次，畢爾包贏63次，皇蘇贏54次，和咗41場。喺國王盃，畢爾包一樣有8勝6和6負嘅微弱優勢。畢爾包呢個賽季嘅表現明顯好浮沉，喺聯賽入面佢哋暫時排第10位。畢爾包喺各項賽事嘅最近10場戰績為4勝2和4負。1月尾2月頭嗰陣錄得3場不勝，但球隊近期狀態回升，目前正處於各項賽事3場不敗。相反，皇家蘇斯達就穩定好多，佢哋目前喺各項賽事錄得7勝3和，保持10場不敗。皇蘇喺防守端組織得好嚴密，呢季平均每場失球得1.35個。傷病係影響今次模擬結果最重要嘅因素之一。畢爾包而家面臨結構性打擊，首席進攻核心尼高威廉斯因為腹股溝受傷，預計要休息到3月中。對缺乏反擊速度嘅畢爾包嚟講係致命傷。同時防線支柱維域恩一樣喺傷兵名單入面，畢爾包表現令人擔憂。皇家蘇斯達方面，雖然久保建英同巴倫尼斯亞都受傷缺陣，但佢哋喺冬季轉會窗嘅補強好有針對性。由艾納斯租借過嚟嘅巴西新星韋斯利擁有好強嘅邊路個人突破能力，預計會取代久保建英成為關鍵人物。模擬結果明顯偏向皇家蘇斯達不敗，優勢指數為皇家蘇斯達加0.25。背後邏輯係畢爾包冇咗尼高威廉斯之後，邊路威脅跌咗接近一半。同時畢爾包對皇家蘇斯達，因為雙方都有核心邊鋒受傷，節奏會偏慢，入球趨勢為2點。巴斯克打比係西班牙球壇